寒流来到位，气象署对19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今早起6点外，全台晚上介低温度出现伫咧玉山半峰，是零下11度，雪的高度有5公分。若合欢山昨暗要落雨。要落雪，这积雪大概是10公分。气象署表示，讲这阴暗到明仔载透早，天气犹原是真冷的，一寡所在会出现5、6度左右的低温。若日时温度开始升悬，只不过这早暗温度会差真济。玉山北峰看过去，拢看一片高高的雪，亲像梦幻银白世界。玉山气象站的人员无惊寒冷，无用轻度太阳能板顶面积的雪。透早6点外，今仔日全台上低温伫玉山来到零下11度。那合欢山昨落雪也创入冬以来上济，积雪上深有10公分。上雪楼一带因为积雪结冰还未扬，透早都有日头照白雪山头，那天白雪好天气，亲像踮伫北国，吸引真侪游客上山来浴雪。山上天气晴朗出大太阳，山上因为海拔高。气温低，目前尚无融雪的现象。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虽然已经停止落雪，也毋过气温伫负2度到0度，树叶犹原有无双美景。最红林道甲蹦蹦车拢正常开放，吸引大批游客入园。屏东县八达埔山海拔3092公尺，山头雾气伫树枝连接道像野白色糖霜，规山头金白色，大埔市8公里以上的山形线，形成无上美景。那因为目前呢水汽减少，那预估可能在中午之后，那这个雾凇的情形就会消退。那今仔日白天上低温，外岛马祖只有2.9度，本岛市伫苗栗大河6.8度。气象署预计要到25拜12时起，寒流减弱，气温才会逐日豆豆回升。虽然温度白天高温有回升，但是在周5的清晨跟周6的清晨，因为水汽是比较少的，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感受上是属于日夜温差偏大的情形。也毋过，前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，主要低压呈现低流状态，明显回温的时间点恐惊还佫延后1天左右。另外，25透早放射冷却效应会比20时来天更加明显，无排除苗栗等地区会出现6度左右的低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